饮水，饮体我君饮不饮，结拜在河东。新兵公主，军内正是怪名，今既欲求出身帝王家，老君得应怪害我驸马，照因爸囝高官显将好名声。哼！早你看我前去拜寿。行大礼，所所有受，毋甘将礼赔。老君内心将头家，快爱呀，快爱！欢迎呢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先欢迎我们的蛙贵，以及欢迎我们的卤猪。欢迎你们哦！别忘记呢，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起来。先来聆听一下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等一些朋友呢进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喽。我心兴，一道生兵，要万幸。心加倍，不将礼敬，听说借我老君的应，陪我做。也欢迎呢我们的蜜蜂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上来的朋友呢，别忘记哦，跟我打声招呼。也欢迎呢我们的冠瑜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稍等一下呢，因为我们今天有比较早开始暖场，所以说呢，我们先来聆听一下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喽。呀！驸马，怒气冲冲归何来？爹娘这才享受宴失败，心不缺席，互人毁遗财。身体欠安，这驸马一定爱谅解，并非故意，毋通乱心怀。你家爸在府，我早知。Hello， 欢迎大家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哦。由于呢我们在暖场的当下，先来唱一下我们传统的7字调喽，感恩大家。心跳贝贝呀，走三关，解我所有回中原。放下西凉啊，是无人管，一生只想保全。四盆无单啊，百姓为无风无药啊，花袂开。等待来三家啊，来当落水。
落花心啊，花交开。这时只是先暖场一下啊，因为呢，我看到我们蜜蜂大大上来他一定很喜欢这首七字调哦。所以暖场的当下呢，先唱给他听一下也欢迎呢我们的小秋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然后呢，我们的忍者也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也掌声鼓励。我们忍者说歌仔戏你好，我是连线了吗？没错，没有迟到了是我们呢提早先暖场这样子。也欢迎我们的启斌哇，启斌呢也是我的学弟我们台湾戏曲学院的学弟，掌声鼓励鼓励。如果呢有喜欢这个启斌的呢，也都欢迎搜寻他的 IG 哦。好嘞，电台开场呢，总要来一首这个七字调，我们来听这首七字调喽。欢迎收听，武汉的电台，准时8点，和恁笑嗨嗨。阮的节目啊是卖凊彩，文化推动，恁同齐来。福气不断，福运来，戏剧新闻啊报你知。歌戏团唱啊多自在，戏剧团成又表亲就在。平安顺心，吉祥感恩，欢迎您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上来的朋友呢，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呢，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也是欢迎呢我们上来的好朋友我们的蛙柜管理员，我们的卤猪大大，还有呢我们的蜜蜂，我们的冠宇，还有呢我们的小秋以及呢我们的忍者，还有我们的启斌学弟欢迎您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哇，他说呢，这一件呢，高领也好看其实呢，这一件是黑色啦。然后呢，它外面呢刚好有2个口袋。我想说呢，刚刚好把这个前几天夹到的这一只树懒呢，把它用上去再来呢，我们的蜜蜂大大问说呢，为什么专辑的名字呢要叫做一怒打金枝呢？等一下呢，再来跟大家聊聊天我们先来播报明天的天气预报咯。明天呢，台北的天气呢，先恭喜一下大家这个北部的朋友呢，一样呢又要开始下雨咯。所以说呢，明天这个北部的天气呢，降雨的几率20%，所以说呢，要记得呢携带你的雨具你以为呢这个北部没有逃过这一劫？你以为中南部会逃过去吗？没有这个中部以及南部呢，明天的降雨几率呢，也大概在10%左右所以说呢，中南部的朋友也记得携带一下你的雨伞啦、雨衣啦，以防万一虽然呢可能下得不大，也有可能呢下这个毛毛雨而已，或者是呢下一阵子而已，但是呢还是携带一下下
再来呢是我们台东的朋友。东部的朋友呢，明天的降雨几率大概在30%到20%左右哦，所以东部的朋友你的雨具呢是必备的哈。再来也欢迎我们的皮基呢小蘑菇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非常感恩呢，大家都非常准时的上来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我最辣辣的爱你。今天呢，会跟大家聊聊呢很多的主题内容哦。不止呢，我们今天的主题说一开口就语出惊人，还有呢，这个猫咪呢，以及我们的人类的视角的差异性哦。那呢，还有呢，这个樱桃番茄为什么叫做樱桃番茄呢？等一下呢，也跟你们分享呢一支我突然间发现呢很好用的原子笔，而且特别的便宜，在哪里可以买得到呢？等一下呢，再跟大家聊聊天哦。再来呢，我们的乳猪大大说你想许愿，你明天开始呢，到下周一呢要考这个大学的学测哦，老师可以用多马调帮我加油吗？OK 没问题的哈。那我们先来唱首这个都马调，感恩我们的乳猪欢迎阮乳猪学测排第一，人讲出门在我安全排第一，祝你考试拢照顺利。祝福咱这个乳猪大大咧，这个明仔开始到这个后礼拜一拢爱考这个大学学测，互你咧排第一名哦，足顺利的安尼就对啦考试出来，互你来笑眯眯。这首都马调是可以的吗？你临时点播我就临时唱，应该没有被你考倒了再来呢，也欢迎呢，大家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哦，别忘记先帮我按个赞再来也欢迎我们的黄正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也欢迎我们的美玲哦。今天呢，这个香肠的老板还没来吗？还没哦。再来呢，这个樱桃萝卜糕有吃过吗？樱桃萝卜糕，你确定有这个东西吗？为什么这几天这个讨论吃的都越吃越奇怪呢？再来呢，也感恩我们的 ANNE 大大帮我掌声鼓励哦！哇 ，ANNE 大也是非常年轻的年轻人，感恩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的乳猪说好好听哦，然后呢，谢谢老师，感恩我们的乳猪。忍者说呢，你记得呢这个番茄切半呢，加这个梅子啦，加这个蜜饯很好吃，对不对？但是呢，现在要买这种东西都是很贵的了也欢迎呢，我们的小秋说这个即兴的直播组赞。感恩我们的小秋，也感恩昨天的小秋陪伴呢我的一堂课哦。那呢，他也分享了很多的影片呢，到我们的群组里面。所以呢，对这个雨涵电台呢觉得有兴趣的朋友呢，欢迎加入我们雨涵电台的赖群组里面，可以呢看到很多的影片以及即时的资讯哦。我发现呢，这个树懒如果放在这里的话呢，这个用左手拿麦克风会挡住它，所以说呢，只能用右手来拿欢
欢迎大家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也提醒呢我们北部的朋友以及呢东部的朋友呢，明天要记得携带一下雨具啦哈。那呢中部以及南部的朋友呢，明天的这个降雨的几率大概在10%左右而已，但是呢也注意一下安全。再来呢，我们的NATH 大大呢，也欢迎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他说呢，主播的声音呢好有磁性哦。你是说呢女生的磁性还是男生的磁性呢？因为呢我本身是男生啦。为什么呢？叫做前旦雨涵呢？在舞台上由男生去扮演女生角色，所以叫做前旦雨涵。等一下呢，先来这个穿插一下我们的歌曲哈。再来我们的忍者说呢，树懒就有一点树懒的叫声有一点这个等一下我刚才没有注意看我突然间发现你这个这个我不能念出来因为呢我们这个小作所的小朋友以及我们日照中心的督导呢也会看这个节目，所以呢你这句话害我差一点念出来再来呢我们来听这首花娇燕以及良夜之歌，感恩大家。春阳光波起早相守，心不快些无理由。去拜寿，延绵今宵老优秀。quân tuy khó ca chiến kinh đi khờ bi hong bian kinh kinh cả ý côi ai kia liền đi心经连的天富贵，金冠八百心小平，好的。quan bình suy thiên thế nợ cuốn kín bồi qua cái bể dành y khu đàn hô mà y huệ của这首呢是我们的花娇燕以及良夜之歌哦，也欢迎呢我们的阿杰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以及呢欢迎呢我们这个 PHUO 大大哦，这个 video so good nice 哦，台湾 Taiwanese opera， 欢迎你上来哦 ，welcome。其他呢我真的就不会念了就由我们的蜜蜂大大呢就麻烦你呢跟他对话一下再
来呢，我们的小秋也跟我们的这个萤火虫小座的同学哦说了呢，大家好，也感恩呢我们的小秋，也呢欢迎我们的这个萤火虫的这些小座的同学。那呢他们是这个下周一才会来听回放节目哦。再来呢，等一下呢再来继续来跟大家聊聊天。再来呢，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哦。不论呢你上来听戏曲的小知识，还是呢听明天的这个天气啦，还是呢今天的即时新闻，都欢迎大家上来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起来，感恩我们蛙柜管理员帮我推广。先问问大家呢，如果你一有钱的时候呢，是会选择呢去买股票，还是呢你会选择呢买车呢，还是呢你会选择去买房子呢？不知道大家呢，一有钱的时候呢，会先去买什么东西呢？昨天呢也有跟大家讲这个房价呢，应该这个今年度的下半年度呢，会开始降下来。所以说呢，如果有想要买房子的朋友，不要急于一时哦。虽然呢，最近呢，这些建商了办了很多的活动，以及呢，也是让你免费的参观呐，以及呢办一些展览哦。但是呢，这个下半年度的房价呢，应该是会比较跌一点点的，所以呢，别急着买房子哦。如果有钱的话呢，你会选择买股票，还是买车子，还是选择呢及时的呢去买房子呢？哇，我们的忍者说会选择买黄金哦，但是呢，现在这个黄金呢1钱呢也都是非常贵的哦。我们的这个小蘑菇说一有钱马上发光哦。那呢就麻烦你这个一有钱的时候呢，赶快呢把你的钱呢送进来到这个雨涵电台哦，赞助雨涵电台咯。再来呢，也欢迎我们的小乐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这个呢，蜜蜂大大说呢，如果有钱的话呢，当然呢要买土地然后呢赶快来盖房子哦。以及呢，这个小乐说呢，老师晚安，你要买土地哦，一有钱他就要买土地，哇，也是蛮厉害的代表着说呢，大家呢今年是不是都发大财了呢？等一下呢，来教大家这个新年好话4句联哦，给你们说唱一下呢，我们的7字连空奏。等一下呢，来教这个新年好话4句联，其中呢也有讲到呢这个买土地买轿车啦，一讲起新的老话词先来听这首7字连空奏。秋难改，江中心所随人在，夫妻和爱呀，已经上水七十双手，将人笑海海，相亲相爱，以爱君对心行百里啊，实在太乱来。我回府何愁亲像姑娘，羞愧又分开，
红红的笑脸啊，无悔注定悲哀。一步迎春选骄傲自带，往下成现态，过牛迈。冤家当尊啊，当心抓住彩，精神渐将成地台。何言伦理，何以在？何以来拜开？这首呢是我们的七字连空奏，在我们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呢，代表说这个驸马呢以及公主呢在各说各话的时候呢的一段的歌曲也就是我们的七字调的延伸版啦。七字调呢从头唱到尾，这个呢叫做我们的七字连空奏。等一下呢，来跟大家聊聊天之后呢，我们来教一下这个新年好话4句联哦。我有先把它置顶一下下了哈。那呢，等一下呢，来跟大家聊一下天哦。再来呢，我刚才有看到大家呢很多的留言哦。我们的这个蜜蜂大大说呢，这个新年好话4句祝福呢，我变有钱，你变有钱，他变有钱，一起有钱。原来这样子也叫做4句联啊哈。这样子好像也有押韵啊哈。再来呢，我们的忍者说呢，如果呢有钱的时候呢，就赶快呢来买我的专辑哦，哇，也是不错的哈。感恩我们的忍者大大，以及呢也欢迎我们的 XIN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以及呢，这个忍者大大说呢，新给他北北那首好帅哦，感恩感恩。蜜蜂最爱的歌曲这样子哈。再来呢，也欢迎大家呢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哦。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呢，都有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钱蛋雨涵。什么是钱蛋呢？就是在舞台上呢，由男生去扮演女生角色，这个叫做钱蛋。我们来教呢这个新年好话的4句联哦。也欢迎呢我们的可恩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哇，可以上面呢看到呢我所丁选的文字哦。这个呢，年年春，年年富，年年赚大钱，买轿车，买土地，再起新的老瓦厝。行东西赚钱无人知，行南北赚钱稳达达。脚踏实地，财源满厝地，脚踏落土，财源天万家。哇！这个年年春年年富，年年赚钱都有春啊，什么意思呢？我每年赚钱呢，都有剩下来的钱呢，不论呢存在银行啦，甚至呢刚才大家说的买黄金啦，买土地啦，都有存点钱。年年富呢，就是说呢，我年年呢都更富贵一样。年年大赚大钱。哇，年年呢又赚了一笔更大的钱，比如说呢，刚刚好这个中了一个统一发票了这个中了大乐透了就赚了大钱。过来呢，上面或者买轿车
以前人呢要买这个轿车哈，不是像现在这么方便啊。以前呢，你要赚一点点钱哈，要把它存起来。以前又没有这个银行，也没有邮局哈，所以说呢，大家呢都藏在呢这个自己的这个米缸里面呐，等等之类的哦。这个米瓮里面，那呢，你也知道哈，要存到呢一笔钱来买车子哦，非常的不容易。那呢，在买土地，再起新的老瓦厝。什么叫做老瓦厝呢？老瓦厝就是独栋的这个透天厝啦。透天厝呢，独栋的哦。那呢，现在呢，大家都买这个公寓里面一小间的房子，对不对？那呢，这个词也会慢慢的不见哦。所以说呢，给大家呢传上来这个呢，妮妮村。妮妮户，妮妮赚大钱，买轿车，买土地，再起新的老瓦厝。后面几句呢，等一下再来讲下去了哈。先来欢迎大家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哦。这个呢，不是，可恩不是这里的管理员哈，蛙贵才是这里的管理员哦。再来呢，也欢迎呢我们的小阿姨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我们的可恩哦。可恩说呢，你也很喜欢雨涵哦，感恩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再来呢，这个小阿姨在这个百货公司的里面啊，所以说呢不敢开这个声音，是不是？原来如此。那呢，我要这个打一下说呢，小阿姨你好，是不是？不然呢，你会看不到呢这个我的文字啦，你会听不到我的声音，所以我来打一下呢，这个小阿姨你好哦。等我一下哦，抱歉，一边呢打字好像没办法一边讲话。再来呢，我们的这个小周说呢，等一下呢有空来分享呢昨天日照发生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哦。蛙贵才是这里的管理员啊，蛙贵是这里的管理员哦哈。再来呢，欢迎呢这个大家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来唱一下呢我们的莲花铁三郎以及风萧萧哦。等一下呢再跟大家聊聊这些新闻知识哦。太祖金雕领风鸣，过去提君王守礼亭，唯独公主不遵行，驸马怒火满身形。去老生兵，叫万姓。尊神加倍不将礼敬，听说笑我老君第因，我回府催伊讲论分明。山岭行伊小小红灯，困在道边，遐尼情形，不由过阿姨讲风回影。欢迎大家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也欢迎我们的马来西亚的书音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哦。感恩大家哦。这个蜜蜂大大说呢，除非你是男生呢，才有这个追这个主播。再来
来呢，我们的忍者说呢，要先去抽烟了哈，抽烟是一个不好的行为了哈，但是呢，准你去放风一下，但是呢，还是要劝说一下呢，这个线上的好朋友，如果呢你有在这个抽烟的啊、嚼槟榔的呢，能戒掉呢，尽量把它戒掉哦。这个呢，粉丝的这个爱心哦，感恩你们。再来呢，也感恩呢我们这个脾气呢小蘑菇的掌声哦，以及呢我们的美玲呢跟小阿姨问好哦。还有呢我们的小秋的掌声鼓励鼓励，感恩小秋。再来呢，来聊聊呢我们屏东的新闻哦。这个忍者说3样都有，这个抽烟、嚼槟榔跟喝酒都有，是不是？欢迎呢我们的曾秀琴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屏东呢这则新闻呢，这个有富人呢来投资钱哦，想说呢这个网络的货币哦，那呢就投资了呢，一开始投资了这个800万呐。结果呢，这个诈骗集团想说呢，既然这么有钱当然呢不卡油是没用钱当然呢要赚多一点点钱。所以说呢，也给他呢想说再设个陷阱呢，再给他多赚一点，赚个100万元哦。想不到呢，当街呢被这个警察逮哦。那呢，这个车手啦，以及幕后的这些诈骗集团呢，被这个警方呢一网打尽哦。这是呢发生在我们屏东的新闻。所以说呢，不管网络的投资啦，还是说呢你认识的朋友忽然呢要跟你借钱啊，要投资等等之类的都要注意一下哦。或许呢它也是诈骗专案再来呢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就是说呢我写的这个手写春联准备呢要发行了这个正在印制当中。那呢预计下礼拜开始呢就可以发放给大家，所以说呢也欢迎大家呢加入我们的赖群组哦。在底下的资讯栏连结呢，有我们的赖群组的连结。那加入之后呢，改天呢，这个发放的时候可以跟我登记，那呢我就会呢来寄到你家给你哦，感恩你。再来呢，我们的社区都不准抽烟，不然会被检举没有错。其实呢，这个很多大楼都会禁止抽烟啊，以及呢，不管你的室内呢有没有这个抽风的，或者是呢你的这个浴室里面有这个抽风的呢，都是禁烟的会警报会大响再来呢，我们看一下哦，这个呢，可恩说雨涵的爱你感恩呢我们的可恩。没错，这是坏习惯，大家不能学。所以说呢，先允许你呢去抽一下去休息一下，下是没有问题的再来呢，这个蜜蜂大大说呢，老师的字真的很好看这个你的字像是被车子碾过没关系这个被车子碾过的字呢，多练几次呢就会了因为呢，我也不专业的这个毛笔字我只是呢随便呢涂鸦，那呢到时候的发行呢会是红底的啦会有这个我是不是拿反了会有呢这个吉祥感恩，还是拿反这样子才对，吉祥感恩。然后呢，跟我们的平安顺心到时候是红底的。那呢，我会把这个印刷厂呢，也把它印在上面我有跟这个印刷厂呢谈论好，说呢，你好，我也好，这样子大家一起共好这样子。所以说呢，这个不是贩售的，这个呢是直接呢来发放的所以说呢，只要跟我们登记，那呢我就会宅配到你家再
来呢，我看一下哈，这个CHUN 大大说呢，你好帅哦，感恩呢我们的 CHUN 大大。再来呢，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也感恩我们的这个蛙柜管理员哦，他说呢，新进来的朋友记得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再来呢，我们的念念说呢，雨涵的脸好红哦，因为呢害羞了哦。蜜蜂大大说呢，这个呢，我练这个毛笔字呢，写都有这个障碍哦。原来如此。这个 CHUN 大大说呢，你的字好美哦，你的字真的太美了。欢迎呢底下的资讯栏连结呢，可以加入我们的赖群组连结，到时候的发放资讯呢，会提供给大家哦。可以呢，跟我们呢来这个登记一下下哦。再来，忍者呢，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发财，这是呢人生的最大愿望哦。刚刚呢有讲到哦，这个妮妮村妮妮户妮妮赚大钱买轿车买土地再起新的老厝。再来后面呢是这个行东西赚钱无人知，行南北赚钱稳达达，卡达实地财源满厝地，卡达乐土财源天满家。为什么呢？这个行东西赚钱无人知哈？为什么你赚钱呢不给别人知道哦？因为呢，如果给别人知道哈，很多呢就是这个偷啦、拐啦、抢啦、骗啦，甚至呢跟你借钱哦。所以说呢，这个赚钱呢不要给别人知道。这也就是说呢，前几天的新闻哈，这个骑 U-Bike 把这个呢，这个包包呢放在前面的置物栏哈，结果想不到呢，被偷了哈，这个被抢了。这也是说呢，行东西赚钱无人知，行南北赚钱稳达达。蜜蜂拉拉说呢，今天是不是跑错频道了？没有哈，只是说呢，这个穿插一下呢，这个新年好话4句联来教给大家哦。再来呢，这个赚钱稳当当哈，赚钱呢都可以非常的稳哦，都可以呢，赚进来的钱哦，你都可以存下来，这样就很棒了。所以说呢，行东西赚钱无人知，行南北赚钱稳当当，卡达实地财源满厝地，卡达乐土财源天满家。哇，这个卡达实地哈，财源满厝地，你脚踏实地呢，这个钱财哈都满满的这样子。如果呢你家的一砖一瓦哈，把它挖起来呢，里面都是黄金呢，这个叫做做梦最美啦。欢迎呢我们的伟成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大家呢都还等你来烤香肠哦，所以说呢，我们的伟成师兄呢赶快开摊哦。再来呢，这个忍者说呢，主播说的很赞，钱不露白哦，没错。如果呢钱露白，很多呢就这个偷抢拐骗哦。也欢迎呢我们的8T1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等一下呢，再来穿插今天的新闻哦，是关于我们的新竹的新闻。哇，这个新竹的呢，这个男生他去接呢这个女友呢，在这个酒店上班啦，所以说呢，他去接她下班的时候呢，想不到呢被误认为是去搭讪的，结果呢，旁边3名的男子呢就殴打了这个男友也真是有够衰的但是呢，其实他才是正牌的这个男友但是呢，你是能接受呢你的伴侣在酒店上班啦，或者是说呢在8大行业啦，甚至呢在做直销业的呢，你可以接受你的伴侣呢来做这些行业吗？这个男生也是有一点点衰的
等一下呢，来穿插一下歌曲，我们传统的7字调，也就是我们歌仔戏的国歌哦，用我们一怒打金之 CD 专辑里面的歌词来唱这首7字调，感恩大家。世上河顶啊，是伟大虽然为尊，你敢知？天的君亲属啊，着交拜，君在亲上，你敢不知？在家好庙啊，对你的挺胸，高贵公主犹如天上星。出家了，你对谁人尊敬？成平公主对我来爱水平。这是呢，我们一怒打金之 CD 专辑里面的7字调，在论呢我们的身份地位啦。这个呢，驸马呢以及我们的这个公主哈，各说各的哈。你说你的，我的身份地位呢，我是公主是皇上的女儿哦。我是你的老公我是驸马，而且呢，我的爸爸呢，郭子仪呢，曾经救过你们的性命呢，你居然呢还不给去这个公婆给拜寿一下这样子。再来呢，感恩我们的美玲说好听，感恩我们的美玲，以及呢感恩呢我们的星辰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大家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哟。等一下呢，来聊聊今天的主题内容哦。一开口就语出惊人。欢迎大家呢回到雨涵的广播电台。雨涵的广播电台呢，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别忘记呢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哦，也别忘记分享给你的身边的好朋友，一起呢帮我们加油打气咯。不论呢你在做家事的过程当中，甚至呢陪伴家人朋友的过程当中，都欢迎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也感恩呢我们的小阿姨不管是呢在逛这个百货公司还特别呢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以及呢我们的伟成说今天呢右手去电疗那要注意一下安全哦。我们的伟成呢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啦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哦。今天主播怎么是绿色的？哪里有绿色的？我的脸吗？还是哪里有绿色的呢？再来呢，为什么今天会有这个主题呢？叫做说一开口呢就语出惊人呢？我突然想到说以前呢在前一间店的时候呢，这个有另外一个代班呐，他真的这一开口呢就是成语啦，就是俗语啦。那呢今天呢这个呢我另外一个同事呢也是这样子一开口呢就说你真的是归心似箭呐。然后呢这个呢己所不欲呢勿施于人我就突然间想到说哇，你真的是一开口呢就发现说呢是有在读书的人类真的呢跟我们不一样我这个一开口呢不是脏话呢，就是呢这个普通的用语而已啦比较文言文的
比较这个口白类型的哈，不像他们呢讲出来呢都是这个文言文的话语。哇，他就说呢，我发现哈，在现在人的社会当中呢，这个己所不欲哈，勿施于人呢，是很少数的，很少看到的哦。你们有没有觉得这样子呢？你不想做的事情呢，甚至呢，别人呢也不想要被对待的事情呢，你有没有呢也对别人呢做过呢？还是呢别人对你做过呢？等一下呢来唱这首七字连空奏哦。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来听这首七字连空奏。秋难改，中心所随人在，何这爱呀？已经上水七十相守，将人笑海海，相亲相爱。以爱冠对心，行百里呀，实在太乱来。我会有好受，亲像姑娘，小开又分开，风风计笑命啊，无非做件悲哀。一步青春选叫我自带，往下成现态，过牛麦，冤家冤家江村啊，甘心在情深渐将生地带，何言伦理何以猜？何以来排解？哇，这首呢七字连空奏呢是否好听呢？我们的小秋说哈，是不是呢请雨涵老师呢把这一段的歌词呢分享出来哈，来把它念出来呢？没有问题的哈。这个呢蜜蜂他说哈，老师看起来呢流口水了，很想吃，是不是？再来呢，我们的这个 XAV 大说呢，开始抽奖了吗？这一台没有这个抽奖的这个频段了哈。再来呢，我们来念一下呢，刚刚唱的这一首呢，这个七字连空奏的这个歌词啦哈。欢迎大家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别忘记呢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哦。等一下呢，再继续呢来播报新闻了哈。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刚刚呢，这首七字连空奏呢，在说哈，愁难解哈，也就是说呢，有这么伤心的事情呢，这么忧愁的事情呢，是难以排解掉的。那呢，这个心志重重哦，就是说呢，我心事呢非常的重。谁人知道呢？谁人能体会呢？我们夫妻原本应该和谐的啦，
想不到呢，居然呢，这样子就因为如此呢而吵架了。哇，相亲相爱呢，想不到他要呢，我这个公主呢，去对呢这个夫君的爸爸妈妈呢来做拜寿，所以呢，以爱君对神，行礼行，以爱君对神，行拜礼，好不好意思？这个要看这个一边看这个中文呢，一边呢来念台语是有点困难的事情。那呢，他们就各说各话了如果呢有喜欢这一段的朋友呢，改天呢，我们也会把这一些片段慢慢呢上去呢这些短影音的片段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再来呢，继续来播报新闻你们冬天喜欢吃火锅吗？虽然说呢，这几天这个天气呢有比较回暖一点点，但是呢，听说呢下礼拜这个呢寒流又要来咯，又要开始冷咯，也开始准备要来吃火锅了你们知道吗？这个粤式的火锅呢，有这个海陆推锅。这个应该问呢我们的蜜蜂大大呢就会知道了这个呢外面呢居然有这个粤式的这个火锅就像盘子一样，那呢它中间就是像我们的火锅一个洞那呢你就把它推进去，它就可以煮熟之后呢，再把它放到旁边的这个盘子上呢，就可以继续的来做保温因为呢，我们的蜜蜂大大呢是这个台粤混血儿啦，所以说呢，应该问他应该就知道了。这个粤式的这个海陆推锅就是呢，你们粤式呢，越南好像有一个这个火锅的锅子它像是一个斗笠一样，中间呢是这个火锅的煮的地方，旁边呢像是一个盘子一样我们就想象呢一个斗笠呢，这个倒立下来呢，来把它放在这个火锅这个锅炉上面的意思了海陆推蜜蜂锅，他不吃你，你吃他再来呢，我们的蛙柜管理员跟大家说呢，新进来的朋友呢，别忘记呢，帮我们记得订阅，帮忙关注，帮忙按赞起来。忍者说呢，他喜欢吃这个日本料理哇，吃这个日本料理呢，也非常的享受日本料理呢，虽然说都是一小道一小道的菜，但是呢，都非常的精致，你们说对吗？再来呢，其实还有很多的锅物像是港式的就有呢这个西洋菜加这个皮蛋加在这个火锅里面。再来呢，这个东北的这个铁锅炖也有呢这个烤饼呢当这个配菜的啦。还有呢，我们这个寿喜烧上面呢加这个棉花糖的，哇，越来越奇怪的这样子的料理除了呢这个粤式的海陆推锅啦，还有呢这个港式的加这个西洋菜的加皮蛋的啦，再来呢也有这个东北的铁锅炖啦，这个烤饼当配菜的啦，还有呢这个寿喜烧上面呢加这个棉花糖的所以说呢，你们觉得呢？你们线上所卖的东西呢，非常的奇特吗？其实呢，还有更多更奇特的再来呢，我们这个伟成师兄每天呢都有上来卖这个香肠，对不对？等一下呢，来聊聊呢这个香肠呢跟这个昏沉呢有什么差异呢？等一下呢，来跟大家做聊聊天先来穿插一首呢我们传统的曲调，我们的都马调呢来唱给大家听。等一下呢再继续跟大家聊新闻，以及呢这个昏沉是什么呢？等一下呢来跟大家聊聊天我们先来听这首都马调。
只是煞来无势利，并非故意出手来打紧机，免强事甲大理。驸马，就是完成我的条件，本宫得当原谅你哦。你听看卖，什么条件啊？向我行军神的礼，方才是骄慢不将功补敬，现在是我实力爱压头上礼行。罢了，夫妻之间何必将事言清，害我今日将好事停。哎呀，强行逼我将军神礼来拜，我并非刁工，将伊使卡死一手，是我不介意，叫做将命，夫妻才能再和谐。今日承认，这是你的错，本宫有冤要告状，你又能奈我何？照拼照行，我拢有照做，劝你过爱，免来啰嗦，带你去定，你做行。怎不对你呀？对你来量情，我不量情。这首呢是我们传统的都马调哦。也就是呢，早期呢，这个都马班呢来台湾所做演出的时候呢，我们把它抄起来的。那呢，看着它上面写着都马班哦，我们就把它取名为都马调哦。再来呢，我们的伟成师兄说哈，只要是呢是跟于这个皮蛋有相关联的哈，你都有兴趣哈。那呢，最近呢，这个热市哈还出了这个皮蛋口味的洋芋片，对不对？你有吃过了吗？欢迎呢去买这个皮蛋口味的这个洋芋片哦，不知道好不好吃。虽然呢，我个人有吃过这个乐事所出的这个皮蛋口味的啦，这个呢香菜口味的啦，生啤酒口味的啦，还有呢，我今天又不知道吃了什么口味的哈，其实呢都还不错吃，但是呢你们去吃吃看哦，让你们自己呢去体会一下呢是好吃还是不好吃哦。再来呢，我们的启斌说呢，好喜欢都马调，也感恩我们的启斌哦，我的好学弟哦。如果呢，大家呢对文化戏曲有兴趣的朋友，在台湾的话呢，可以去参考一下哦，我们的国立台湾戏曲学院，也就是呢以前的国光剧校以及呢复兴剧校呢来做合校。那呢，从这个国小5年级到呢这个呢，这个高中职以下哈，其实呢都是国家养啦，都是公费生哦。欢迎大家呢去读一下呢我们这个台湾戏曲学院哦。当然呢也有大学部。只是说呢，这个大学部比较是算是呢，没有这个强迫你要学什么啦，就是呢，这个主修课一样有主修课，但是呢，不会强迫你呢来学一些这些基本功啦一些东西要你自主的学习。那呢，台湾戏曲学院呢，不只有我们歌仔戏学系哦，还有呢我们的京剧学系、我们的客家戏学系，还有呢民俗技艺学系，还有我们的音乐学系哈，还有各式各样的，大家呢，都可以去参考一下哈。再来呢，我看到大家呢，很多的留言哦。
我们这个伟成说呢，刚刚呢雨涵说什么皮蛋口味哈，这个乐事呢有出这个皮蛋口味的这个洋芋片，所以呢你可以去这个超市呢找一下呢这个皮蛋口味的洋芋片哦。那呢，在哪一间超市有在卖哈，我就不打广告了，你们自己上网所查哈。刚刚呢有讲到呢，这个伟成师兄呢每次上来哈，都来行恩前啊，都来烤这个呢香肠。那呢跟你们分享一下呢，这个南部哈和这婚前呐。婚前是啥嘞？就是说呢，这个用肉灌进去的像香肠一样，但是呢它是粉色的。为什么是粉色的呢？就是呢它有无调味过的，就是呢原味的这个香肠的概念啦，和这婚前然后呢，对，然后呢，再来呢，也有这个荤等荤等呢是北部在说的这个荤等荤等呢是这个猪的肠子，所以说呢，北部人呢，如果呢下来南部的时候记得呢要点对不要呢这个点了一桌上来之后呢，发现呢你所点的这个小菜怎么不一样哦。再来呢，也感恩呢我们的蛙贵大大帮我们广告了这个知名超市有在卖这个皮蛋口味的这个洋芋片哦。但是呢，我就不广告了不广告说呢哪里有在做这个洋芋片，那就由你们自己去买了因为呢，我本身的白天工作呢，也就是在超市业工作。雨涵的广播电台呢，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别忘记呢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哦！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哦。然后呢，我们的伟成说呢，刚刚呢被电完了，然后呢有一点烧焦味哦，还飘一点肉香哦。你刚刚呢在做电疗这右手在做电疗已经做完了以及呢我们的脾气呢小蘑菇说呢又在打瞌睡了哦。再来呢，我们来唱一下呢这首怒骂调来给大家听。等一下呢，再跟大家聊聊今天的即时新闻，还有呢很多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哦。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怒骂调，感恩大家。心惊胆战化为爱，哪敢当唱一挂麦，想兵做事，想摇摆，看定调打落，必必胜地改。该当兵做万金之躯，带领阿头来认输。哎呦，哪会这么疼？当着我是拍紧赛裤，你不免相骗，无通存救。这首呢是我们的怒骂调，也就是呢我们的电视歌仔戏曲调哦。早期呢，这个电视歌仔戏的人员呢所创作的、所花钱去创作的这些曲调呢，传唱下来呢，就叫做电视歌仔戏曲调。那呢，如果呢我们去演这个野台戏的、演这个庙口戏的时候呢，你的手呢就伸出5根手指头，给它摇一摇呢，他就知道你要唱这些变调啦，你要唱这些电视歌仔戏曲调，他就会呢从这个上百首当中呢，随便呢来弹个几首来给你唱。那呢，这就是考验呢这个演员的实力的时候哦。再来呢，也欢迎我们的瑞秋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再来呢，也感恩呢我的小蘑菇呢，感恩我们的这个小秋呢，也给我们好听拍手，掌声鼓励鼓励哦。欢迎大家上来，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咯。
来呢，来播报我们台中的新闻哦。有一个呢77岁的这个阿嬷哈，她呢这个在路上哈骑着机车，然后呢鬼切哈，哇，这个呢切到路中央呢，被一台呢这个白色的轿车呢给撞上了。撞上完之后呢，他起身之后哦，赶快呢就肇事逃逸了，赶快就绕跑了哦。为什么呢？他要绕跑呢？原因点呢，是因为他无照驾驶啊。这个77岁的阿嬷呢，其实没有这个机车驾照，所以说呢，他绕跑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无照驾驶。然后呢，想说可以逃避一下责任，哇，这下子呢，代志跟他大条被罚的呢会更严重哦。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的伟成说呢，拍手跟上，感恩我们的伟成。我们的蜜蜂大大说呢，这个上面的泰国女孩说呢，你的直播呢很有趣，然后每次都错过，要记得呢叫她呢这个订阅，帮她关注，帮我按赞起来哦。这个呢就要由我们的蜜蜂大大呢，下来呢，帮我们这个推广一下，感恩我们的蜜蜂大大哦，感恩你。再来呢，我们来唱一下歌曲，再来呢继续来报新闻哦。剩2则新闻，以及呢，其实我还有准备呢很多主题内容。这个猫咪呢，以及呢我们这个人类的视觉的差异性，到底差多少呢？还有呢，什么是这个樱桃番茄哦？樱桃番茄吃起来会有樱桃的味道吗？再来呢，我们来听这首七字连、七字摇板跟我们的带七字一。公主最事你不明，也是予人心头硬。动手假死要拿伊生病，待予恁挑衅报警。驸马晓心，无情义，敬畏爹娘啊，望妻离。风风翻边啊，冲了去。军队起灵啊来吃开，大水风管难消气，听歹北宝金相依，妈妈讲这情义。并歌红颜情意。欢迎呢我们的这个 GRAC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也欢迎呢我们的黄姐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这个呢，什么榴莲口味的啦，生啤酒口味的啦，以及呢皮蛋口味的呢，其实呢都在这个蛙贵刚刚呢所广告的这个超市有得买啦哈。当然呢应该是会有缺货的问题哦，大家可能都还在尝鲜的状态。但是呢，因为呢个人就在那一家超市做工作，所以呢我就不广告了哦。再来呢是我们高雄的新闻哦，高雄呢有这个货车呢居然撞进去这个水族店里面居然呢撞进去这个水族馆里面，害呢这些鱼缸破掉。这个业者呢当然是呢第一时间赶快来救他的鱼哦，哇，这个损失惨重，而且呢他一定呢这个业者呢非常的伤心哦，心爱的这些鱼呢居然呢被撞到这个地板上，不知道呢有没有受损的，有没有受伤的这个呢是我们高雄的新闻。下一则呢也是我们高雄的新闻哦。高
雄呢，为了呢这个要来帮这个台积电呢来赶工，所以呢装这个这个防护杆呐，然后呢隔出这个慢机车道的专用道。想不到呢，光线不足，以及呢无人引导。所以说呢，这个呢一个晚上呢就3个人撞上呢这个防撞杆。那呢，你知道吗？这3个人其中呢有一个呢是我们的女大生哦，女大生呢还在昏迷当中。所以说呢，大家呢要注意一下哦。虽然说呢，这个当地的地区呢没有这个路灯的状态下，大家呢，开启你的大灯还是要注意一下安全哦。这2则新闻呢，都是呢我们这个高雄的新闻，也提醒大家呢，出门在外呢要注意安全，注意一下路况哦。再来呢，来聊聊呢猫咪呢，以及与我们人类呢的视角到底呢有什么差异性呢？我们的小蘑菇说今天喝了4神汤，然后呢里面加了好多的米酒，爽啊！是自己煮的吗？还是呢出去外面所买的，出去外面所吃的呢？你知道吗？这个猫咪的这个视角的范围度有高达呢这个200。那呢，我们自己人类的这个范围呢，只有180度哦。所以说呢，其实呢，这个猫咪呢，看到的这个镜头啦，其实呢，比我们更广角。但是呢，你以为它的视力很好吗？没有，它呢，其实有重度的这个近视哦，它是呢这个远视。所以说呢，其实呢，你人呢，或者是呢，你的东西呢，靠太近呢，其实他看到的是模糊的哦，因为呢，它有这个重度的这个近视哦。再来呢，在猫咪的视角里面呢，它的红色以及绿色呢，其实呢看起来是灰黄色的，其实呢不是我们所看到的颜色哦，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如果呢你要给你的猫咪了你家如果有养猫咪，想要呢给它买一点玩具哦，尽量呢买这个蓝色以及黄色的，它会更喜欢哦。这是呢，猫咪跟我们呢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再来呢，伟成师兄说呢，你要先去找晚餐了，然后呢可能来不及扫地再麻烦呢有空的人呢帮忙来扫地哦。没问题的，线上呢有很多好朋友会帮忙扫地的。然后呢，也欢迎呢我们这个呢N2K3Y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再来呢，你们有听过呢这个樱桃番茄吗？它是樱桃口味的吗？还是呢只是因为呢它的外形，它的颜色很像樱桃呢？等一下呢来跟大家聊聊天哦。这个呢，樱桃番茄呢，也叫做呢这个圣女果，也叫做呢红衣圣女番茄啦。那呢，其实是同一个东西。那呢，它是因为呢它的外形以及它的颜色呢非常像樱桃，所以说呢叫做樱桃番茄哦。那呢也感恩呢今天的这个牛奶先生，我们雨涵电台的粉丝好朋友特别呢还送这个这个樱桃番茄，以及呢还送这个热豆浆呢来给这个雨涵电台哦，感恩我们的牛奶先生。再来呢要来跟大家呢分享了一支非常好用的笔，等一下呢来跟大家继续聊下去咯。我们先穿插一下歌曲，等一下呢来跟他聊聊呢，哇，这支笔到底有多好用哦。先来唱一下呢我们传统的7字调，感恩大家。心呀贝贝呀，早
高山关，解我所有会中原。放下世量啊，是无人管，一生只想往无传。四盆无谈啊，百事为无风无摇啊，花袂开。等待来三家啊，来当落水。落花心啊，花照开。穿插呢这首歌曲呢，我们蜜蜂大大最爱的7字调哦。跟你们呢分享这一支笔真的很好写，它是呢知名的呢这个影印纸的品牌呢所出的哦。这个呢 DOUBLE 这个知名的这个影印纸的品牌所出的呢0.5的纸的笔哦。那呢这个写起来呢牵起来就像这样子非常呢漂亮，而且呢非常好书写啊，也蛮细致的哦。那呢最近呢，在这个9x9呢有在特价，所以说呢，我也跟你们讲一下这一支笔呢，有这个呢，一盒里面有12支，在我们的这个9x9里面呢，特价呢一盒会员价39块钱而已，所以说呢，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个笔呢非常的好用哦。这个呢是诗心的推荐。那呢这个笔有这个红色的啦，有黑色的啦，也有呢这个蓝色的都可以呢到这个9x9呢来买这支笔我真的觉得它非常的好用，一盒12支才39块，而且呢非常的细致哦。再来呢，我来看一下呢大家的这个留言哦。我们的伟成师兄说呢，一支是不是100块哦？一支100块也太贵了吧！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来看一下这个呢，米探说呢，多少钱这支笔哇，这支笔呢非常的便宜哦。你说呢？雨涵的麦呢？多少钱？这支笔就价值多少钱哦？没有啦，这一支麦比较贵啊，这支笔呢很便宜，这样子再来呢，我来看一下这个忍者说呢，你没在交朋友的啊，都是呢网路上呢聊聊天打发时间哦。欢迎大家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这个呢，敏汉说呢，这支麦呢有多好用呢？这一支麦呢非常非常的好用哇！你看呢，每次呢这个雨涵的广播电台的节目你看唱歌也用这一支，这个呢讲话也用这一支来宾来呢也用这一支，你就知道呢它多好用啊！它还有很多颜色，我也希望呢。一次如果可以把它收集完全也不错当然了，我出去教学的时候呢，用的这个麦呢是不一样的了所以说呢，这支麦是这个呢，网络上所买的。那呢，教学在用的呢是我们台湾的品牌，叫做呢 MIPRO MIPRO 大大。这个呢是我们的 MIPRO 麦克风那呢是我们这个。很好用的外面做厂的品牌我给它打上来 MIPRO 呢，这个 MIPRO 麦克风呢是非常好用的我出去教学的时候呢，都用另外这个品牌来做厂，那呢真的非常好用。如果有需要呢，也都可以找我因为呢有认识的这个音响公司
甚至呢，如果你们有想要买麦克风的话呢，也都可以找这个全盛灯光音响。甚至呢，如果呢你有表演的场合呢，可以找一下搜寻一下这个全盛灯光音响哦，我也打上来呢，给大家但是呢，全盛灯光音响呢，它在我们台南呐。那呢，如果你有在做场的，这个呢有需要用到的呢，也都可以呢，请这个全盛灯光音响公司哦。感恩大家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再来，我来看一下我们的小秋的留言。哇，这个呢，老表演啊，然后呢，这个这个呢，感恩我们的这个小秋说表演的好，然后呢长得也好，身材也不错感恩我们的小秋。再来，我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也欢迎呢我们的 FEN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大家呢，新进来的朋友呢，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呢，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无论呢上来听戏曲，上来听明天的天气，以及今天的即时新闻咯。再来呢，来跟大家分享有一天呢，我的同事呢要把这只熊熊丢掉的时候因为呢它原本呢沾满了灰尘，那呢我就说等一下不要丢不要丢呢，它这个呢洗干净之后呢，会不会变全白的，甚至呢就有一点点污点我是能接受的。他说呢应该是可以洗起来的啦。他说呢你要吗？我说我要。所以说呢我就把它捡回来呢，我觉得洗干净之后呢，哇，还蛮可爱的一只熊熊刚好配这一只呢树懒，好像还蛮好看的可能呢这个左边配树懒，右边呢配白熊再来呢，我们也来唱个歌曲，我们的《花娇艳》以及《良夜之歌》，感恩大家。我们的呢，这个蜜蜂他说呢，好可爱，好像这个小熊维尼其实呢，它就是小熊维尼啦。它原本有穿衣服的是因为呢，我把它洗一洗之后呢，先把它拖起来，以免呢被你们发现它是仿冒版的再来，我们来听一下呢，这个花娇艳以及良夜之歌，再来跟大家聊聊天感恩大家。昆阳广播70相守，心不快些无理由，归爱多做去拜寿，延绵今宵老优秀。quân đuôi hóng ca chiến kim đi khờ bi hóng hóng gian kim đi cả y cô ai kia liền đi心机两道香和贵，
冰水，天体乐观，天报应，我家白菜负担。回过这首呢叫做我们的《花娇艳》以及《良夜之歌》哦。昨天呢，在唱这首曲子的时候呢，我们的小秋有分享进我们的群组，所以说呢，也欢迎大家呢加入我们的赖群组哦，在这个底下的资讯栏连结哦。然后呢，在唱这一首歌的曲的时候呢，我不小心这个鹞子翻身呢，差点跌倒差一点翻车，所以说呢，这个叫做鹞子翻身。也就是呢，我们戏曲上的动作不是鸽子翻身。我有看到呢，我的姐姐呢所回复我的限动哦，她说呢，我一直看成呢，这个鸽子翻身哦。叫做呢这个鹞子翻身，我也呢打上来呢给大家知道这个叫做鹞子翻身哦，不是鸽子翻身哦。鸽子翻身呢长什么样子其实我也不知道了欢迎大家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哦，也别忘记呢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也欢迎呢大家上来聆听戏曲的小知识，以及呢帮我们呢一起呢来分享一下呢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哦。我们的呢伟成师兄说刚刚呢在这个小吃呢买这个晚餐的时候呢，这个旁边一对情侣要离桌的时候呢，这个女生呢出来喊了一下说呢，因为他们忘记付钱了，差点呢没付钱就逃跑了所以说呢要注意要记得付钱哦。我们的敏汉说呢，这个呢这只树懒有什么故事吗？有的昨天呢昨天还前天骑经过呢这个夹娃娃机店的时候呢，我突然间看到哇，那一只树懒呢好像蛮可爱的所以呢就停在路边呢先夹一下这个树懒夹20块的时候呢，它就卡在这洞口上面，就想说呢，好，那再投10块呢让它掉下来于是呢就有这只树懒。原因呢，为什么要夹这只树懒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你们所知道吗？这个雨涵电台其实呢都由我一个人呢来所做操作，我还要呢想今天的主题内容啦，还要主持啦等等之类的呢，来做这些事情然后呢还要发贴文，那呢大家呢都会以为说你这个团队呢有很大一群其实没有，是我个人一人所以说呢，我白天有这个超事业的工作，晚上呢有直播节目，这个礼拜4呢还有日照中心的歌仔戏推广根本没有时间可以休息。所以呢，看到这只树懒的时候呢，我想说如果呢可以跟树懒一样呢，偶尔来偷懒一下下不知道该有多好所以呢，也先感恩一下呢，我们的小秋昨天呢，偷偷的呢，先带我去吃了一个这个下午茶让我呢去偷懒一下下也掌声鼓励感恩一下我们的小秋。再来呢，我们的敏汉说呢，真的你很像呢这个印度的女生唱台语歌呢，雨涵真的很像感恩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这个小秋说呢，另一个阿嬷呢，小声的在说呢，哇，那也叫你搞啦，头家那也叫你搞感恩呢，我们这个昨天呢是惠山日照的这一些阿公阿嬷我们才第2次见面第2次的课程而已大家都这么的捧场，以及呢马上教马上会也感恩呢我们的惠山日照中心。不
止呢要感恩一下呢，不管我们的惠山的日照中心啦，我们的大丰日照啦，以及我们的鼓山的常见照顾协会，还有呢我们的台南我们的萤火虫小作，还有呢这个惠山基金会的小作，这5个地方呢，这些小作所以及日照中心对钱淡雨涵的照顾，感恩你们。以及呢，也欢迎呢我们这个游惠东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这个呢，伟成说好丢点弄精啦，没有错这个呢非常非常的忙哦。这个呢，蜜蜂大他说呢又要去赶图咯。欢迎大家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昨天呢有跟大家分享到你知道吗？树懒呢之所以会这么慢的原因呢，不是因为它懒是因为呢它的消化系统呢，它所吃进去的这些叶子呢，要到1个月后呢才会完全的消化另外一点呢，其实它会呢这个躲在树上呢做一些隐藏啦。那呢其实它在这个水中呢憋气呢可以憋气40分钟，比我们的人类还厉害很多那呢它在这个游泳，它会游这个蛙式在它呢这个陆地上呢以及呢这个水中呢的比较下来呢，它在水中是我们陆地上的这个快的3倍所以说呢这个树懒呢是会这个游泳的再来呢，我们的蜜蜂大大呢问说呢，这个蛙贵，你家的熊呢有要这个背景吗？这个蜜蜂大大在问这个蛙贵，这个蛙贵说呢，不用有背景也可以你可以叫他画背景他在画背景很漂亮，以及呢，你可以想象说呢，你想要画个这个钱的背景还是呢，你想要画爱心的背景你想要画什么背景他都可以帮你达成的再来呢，我们的小秋说呢，你也带给我们大家很欢乐感恩我们的小秋。当然呢，我们的小秋也赞美呢我们的蜜蜂的画画你看这个一个雨涵的广播电台呢，造就了很多人呢这个越来越有名了。我们的这个蛙柜管理员在我们这个雨涵电台呢，也是有这个一席之地的还有呢，我们的蜜蜂大大的图，还有呢线上各位好朋友的互动其实呢有在看直播的人都有在观察所以说呢这个雨涵的广播电台不止呢我个人呢来创造这一些呢奇迹也是呢你们呢所造就起来的，也是呢我们大家呢互相的扶持也感恩呢大家上来呢雨涵的广播电台。有一点点卡卡了，是不是？有没有很严重呢？还看得清楚吗？大家？我不知道不知道有点卡卡的等一下呢，再唱个歌曲呢。等一下呢，我们要准备来做这个腹式呼吸法，要来结束了赶快做结束呢，就不会让你们卡得太严重了还看得到影像吗？听一下这个。还有没有卡卡的？再来我们来听一下呢这个莲花铁三郎以及风萧萧，等一下呢要来做这个腹式呼吸法以及感恩3件事情赶快唱一唱，赶快呢来做这个腹式呼吸法，赶快结束了来，我们来听这个莲花铁三郎以及风萧萧。太祖金雕你要红兵，贵府提官王守礼听，唯独公叔父尊幸驸马怒会满心兴。天老
生病，叫万姓。尊神加倍保障你敬，听所唱歌，乐君知音。我回复做义，共论分明。山林家义，小小红灯。困在道边，遐呢情影。不由归阿姨讲红回影。哇，欢迎呢我们的人生路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人生路问说呢，这是闽南特色的地方曲艺吗？这是呢这个地方的戏曲啦。那呢为什么不是地方的曲艺呢？等一下呢跟你解释一下下哈。这是呢我们台湾呢叫做我们的歌仔戏。在呢这个大陆地方的这个厦门地区啦、漳州地区啦，这个叫做湘剧。这个呢草字头的湘，那呢戏剧的剧哦，这个叫做湘剧。那呢在我们台湾呢叫做我们的歌仔戏。那为什么呢不叫这个曲艺呢？曲艺呢是坐着来唱歌而已，甚至呢演奏一些音乐，这个叫做曲艺。那呢这个歌仔戏呢其实呢是有身段有动作的，只是说呢在我们这个雨涵电台里面呢，我们把它做成这个曲艺的风格所以说呢这个歌仔戏呢它其实呢是一个表演形式啦，它其实是一个戏曲，它不叫曲艺。曲艺呢跟戏曲呢有一点点的差异，有一点表演形式的差异哦。也欢迎我们的人生路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人生路呢是哪里的朋友呢？也欢迎呢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哦。也欢迎呢我们的陈华他帮我们这个掌声，感恩我们的陈华。也感恩我们的伟成哦，他说呢人生你好等等呢老师会回答你哦，感恩我们的伟成呢帮我接一下以及呢伟成在提醒大家哦，进来的朋友呢别忘记呢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呢都有雨涵电台的直播节目，别忘记呢来关注我们哦。不管是戏曲文化，以及呢明天的天气，还有呢这个即时的新闻。哇，我们的人生路呢是东北人呐那呢可以听得懂歌词哦。感恩我们的这人生路，我们的东北人。欢迎你帮我订阅哦，欢迎你帮我关注起来，感恩我们的人生路，也感恩呢我们的陈华的赞，还有呢我们的小秋呢，欢迎我们的人生路，欢迎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是雨涵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叫做钱蛋雨涵。钱蛋的意思呢，就是有舞台上呢由男生去扮演女生角色，这个叫做钱蛋。那之所以呢，为什么叫做雨涵的广播电台呢？因为呢，让大家无论呢你在做家事的过程当中，无论呢你在跟陪伴家人朋友的过程当中呢，都可以一边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哟。感恩你上来。再来呢，我们要来做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现在呢，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我们来观察自己的气息哦，无论呢在鼻腔间、
在喉腔间，在胸腔，在腹部，甚至贯穿到脚底，甚至贯穿到脑中。我们都来观察自己的气息，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我们来感恩3件事情，无论呢今天在工作当中，对待你的主管，对待你的下属，对待你的这个同事之间，甚至呢在家庭当中，对待你的长辈，对待你的这个小朋友，对待你的兄弟姐妹，我们都来感恩3件事情。我们来感恩第一件事情，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感恩第二件事情，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感恩第3件事情，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感恩你上来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你是否呢也感恩了3件事情呢？雨涵的广播电台呢，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哦。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帮我们分享出去。记得呢再来上来收听呢，不管是戏曲的小知识，明天的这个天气，还有今天的即时新闻呢，也感恩呢我们的伟成呢帮忙做打扫的工作。那呢，这个是线上的打扫工作了哈，大家不要当真，这只是呢，假设呢，我们是一个剧院的场景哈，所以说呢，脚抬起来一点点呢，让我们呢这个尾程呢好打扫。那呢，我们的小秋说呢，感恩呢造物者，也感恩呢这一切哦，也呢我们的蛙贵哈，我们的管理员呢脚也抬起来了，要让我们呢这个尾程师兄呢好打扫哦。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最后呢，我们来唱个7字连7字摇板，跟我们的带7字音。公主最事理不明，也是予人心头应。动手假死啊，医生病，待好恁去好心报警。驸马孝心，无情义，敬畏爹娘啊，望千里。风风翻边啊，冲了去。军队起灵啊，来吃开，大水风管难消气，听歹爸爸紧受伊，驸马马哥切情义，并个王严听义。感恩呢，我们的陈华的掌声，感恩陈华。再来呢，也感恩我们的小秋哦，感恩雨涵老师及大家，感恩我们的小秋。也感恩呢我们的伟成师兄帮大家做扫地的工作。那呢这个王贵的管理员呢会帮大家呢来擦这个椅子了哈。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下周一再会咯。也感恩呢我们的陈华说呢好棒的嗓音，感恩大家，我们下周一再会咯。
节目的最后呢，不外乎呢，让我们来聆听一诺打精致的 CD 专辑，来听呢我们的伟成的回忆哦。这个呢地顺插把戏。哇，感恩我们的明辉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昨天认识的朋友哦，为了呢我们的明辉上来哦，多唱一首我们的七字连空奏，感恩大家。秋难改，中心所随人在，夫妻好爱呀，奇情相随七十，相守将人笑嗨嗨，相亲相爱，以爱君对心行百里啊，实在太爱恋来。我回府好想亲像姑娘，小鬼又分开，风风计笑鸟啊，无非注定悲哀，一步迎春山叫我自带，往下成现态，过牛卖，冤家甘准啊，甘心情深渐将相地带，何言伦理何以在，何以来拜改，感恩呢，感恩呢，我们的明辉哦，然后呢，我们的伟成呢也欢迎我们的明辉哦，感恩。再来呢，我有看到这个人生路问说呢，男旦是吧？没错这个叫做乾旦呐，乾坤的乾，那呢旦角的旦，为什么叫做乾旦呢？我们说乾坤呐，那乾旦的意思呢，就是由男生去扮演女生角色，这个叫做乾旦。那呢，如果叫做坤生呢，就是呢由女生去扮演男生角色，也就是说呢，像早期的这杨丽花啦，像陈雅兰呐，像叶青呐，像呢这一些呢这一些黄香莲呐等等所以说呢，这个我叫做乾旦雨涵呢，就是说呢，我有男生去扮演呢女生角色，这个叫做乾旦雨涵。那呢，雨涵是我本人的名字啦，我姓郑哦。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的小秋说好听好听，掌声鼓励鼓励。以及呢，我们的明辉还有呢伟成都说好听哦，感恩大家。这个呢，人生路说这个唱歌的方法呢，挺需要这个天赋的，也感恩呢上天没有收走我这个天赋，让我呢可以来演唱给大家收听。
所以呢，也别忘记哦，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呢，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可以听到呢这一出一怒打金枝的戏出。当然呢，我也在请这个知名的编剧我们明花园天字戏剧团呢的配合的这个编剧，我们的洪敬婷老师呢会帮我们编下一出戏，我们的单岁碧欢干陈世美反间哦。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咯。怕你唔知你唔知伊，今日请你食地笋茶肉丝。你要做啥？我要教死你！你自手。真惊当前看对爱，大家当手只看卖。想要做的事，想要办，不要打落，凭你心地改。来到兵做万件之苦，抓定阿头来面诉。哎呦，来这里听！当着我嘛是拍金赛虎，你唔免想骗呀，我当寸金。怪爱对我上帝的边个啦！我突然想到这一段呢是我们这个伟成呢小时候的回忆这个竹笋炒肉丝，我是不是呢应该送你一只藤条呢，帮你寄过去感恩大家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的蛙贵说肉丝，然后呢伟成说炒肉丝再来呢，我们的明慧也跟大家说晚安，然后呢，这个陈华呢也比爱心哦，感恩我们的陈华。再来呢，这个伟成说痛心的炒肉丝这个小秋说呢，这个浅色搭暗色呢好看，感恩我们的小秋。那呢，我们就下礼拜一再会咯。我们的启斌说晚安，感恩我的学弟感恩启斌。我们下礼周一呢再会咯。不怕挑衅，无将你，因为爹娘望千里，风风翻边将了去，分类去。小气，也歹北宝金寿衣，我嘛无够切情义，宁可光阳情义。公主阿罗山当年犯境界。弘扬南征北讨，战功到四海。阮爸囝尽忠，好持大同的未来。你是公主，又是媳妇，回府拜寿是应该。为国征战又如何？早前之事讨功劳。我气势凌凌，你奈我何？你若飞天。也袂比我低位个。国家宝藏稳重如山，父子兵美名天下传。互恁理甲阮这在金銮，不准公婆，你甘心难？
一派公言是诽谤，小小功劳你才捧红，恁爹家己才抢功，表示君王最难当。竟然阮爹无爱坐，才让恁李家管天地，过爱无爱甲你来相坐，毋免在我面前穿迄个官大鞋。过爱条条有理，你分明有叛国意，大打言辞，对我上殿比君王低。你敢说我嘴皮？公主，毋是，请你替我辩解呀。反抗之时，山来无势力，并非故意，出手来打金鸡，毋免强事假大义。是完成我的条件，本宫会当原谅你哦。你听看卖，什么条件啊？向我定尊神的礼。方才是骄蛮不将功报尽，现在是我失的爱马头将你用罢了。有这之间，何必将事业争，害我今日将好事停。哎呀，强行逼我将军神礼来拜，我并非条工，将伊使当时失手，是我不该。照做将命，夫妻才能再和爱。承认这是你的错，本宫永远要告状，你有能来我何？照拼照行，我拢有照做。看你讲爱，免来啰嗦。差点离他，命做行，我不。对你啊，对你来两情，我不了情。你敢动手甲我拍，哪有这么简单放你煞？想要造反，既然互我知影，本宫就要闹甲互你。背受山，过爱心头怒火起，我先将你来教死。你给我等咧，怕你唔知理，唔知义。今日请你食地笋茶肉丝。你要做啥？我要教死你！你自首！真惊当前看。对爱，大家当手只看开，想要做事，想要败，不要打落，拼你心地改。拜托公主放进钱库，带着阿头来认输。我是拍金师傅，定面相。